伫市长黄伟泰甲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的陪同，行政院长陈建仁上午带领行政院秘书长李梦燕甲发言人共同南下主持三亚溪中下游整治完工的典礼。市府为了改善三亚溪排水问题，甲水利署共同合作，投入分段的整治，而且伫前2位院长的支持下，纳入中央的精简基础建设的计划。原本需要7档的工程，提早3档来完成。刚看到我们光是三野溪，这个地方107年0823是时雨量65，那这个是几乎 double 111.5，就110年的0731是111公里，总雨量这个300多，这500多，但是淹水面积差20倍、26倍，所以说可以看到。我们整治的效果就有出来了。那现在整治还有后续，这其实最难的就是把那个，因为国道1底下的桥墩跟这个道路底下的桥墩都挡到了三叶溪的水流，后来就想办法把它移动，那在不影响国道1的交通，不影响到这个通行的这个前提下，能够让水流能够增加。这个面积排水的面积这当完成讲老实话是政府一个足无简单的代志讲7年的工程会当提早3年来完成这就是因为咱的水利署第4河川局、第6河川局跟第7河川局大家携手合作。我是安怎要讲这点呢？因为大家拢足清楚，咱最近要伫立法院提出的3800亿的疫后特别条例跟疫后的特别预算。迄阵前瞻建设，就是咱在座这的立法委员极力的支持政府认真做，就会当咱的百姓生活过得真好，嘛真美满同样的这个3800亿的特别预算内面嘛是有这个河川整治的部分嘛，还有要照顾中小企业，个这个中低收入户等等嘛需要咱的迄个地方政府大家来拍拼。所以讲我就足望讲这个三野溪的这个整治的计划会当做咱这个3800亿的疫后韧性重建计划的一个楷模拜咱的中央拜托请咱的立委一定爱支持这个特别条例、特别预算会让尽快的通过。经济部水利署表示，三亚溪的整治以万代桥为界，分做2阶段。第一阶段是紫檀桥到万代桥。伫107年完成整治。第2阶段对万代桥的下游到利林溪口，由着市府办理都市计划变更甲用地取得。其中，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嘛特别无偿来提供土地，建立大型的抽水站。在这一次的三野溪的整治里面我们中华医师科大在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无偿的提供了200平方米的一个土地应该是2/3个停车场，来新建一个大型的抽水站9CMS。那在整个工程进行期间我们也配向工程的进度来做一些防护啦，或者是一些物料的一个资源。那我想中华医师科大在三金大学社会责任上，一定会与中央跟地方共同来做这些治水防洪的一些努力。也希望这条三亚溪河两边面的学校跟居民都能够安居乐业。那我们学校、我们这个地区也永不淹水。另外，在整治后续，还有8座桥需要来改建。目前完成的有3座，今年底会用的完成有4座。市长表示，后续还有抽水站加太子庙的钟牌，大约需要7亿的经费。市长嘛希望中央会用的继续支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